是不是先来看今仔是527连假的第2天哦？出国的民众嘛阁真侪，过来嘛四界拢是观光的人潮。来看离岛的小琉球，今仔早起哦，早顿店但要买早顿的人客排队是排到热长，至少拢爱等半点钟。伫台南某卖牛肉汤的店家嘛是拢爱排队。高雄的寿山动物园今仔是预告讲，至少有5000个旅客。 早顿店内面将近10名的员工，手完全拢无停落来。小琉球有名的早顿店，下早9点还未到，外面排队游客已经超过200公尺，但买早顿上无爱半点钟以上，连香港的游客嘛来排队。我们在网上看到这里好像很出名，当地人推荐，然后每次来都吃这边。 南部高温天气非常好，未少民众选择去耍水。527连假第2天，小琉球有14000人去佚佗。来到第2天，是小琉球的游客也是无登过。下早9点，所有的民众来到上观峰。因为昨天人太多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出发应该是刚刚好。2天1夜回来，明天回来还可以休息一下。 家庭游客上爱寿山动物园，外面大日头去佚佗，雨伞无啊，更加是拢爱大。开园无到1点钟，停车场已经8成满，估计一园有5000人，每一个所在拢是满满的参观人众。有空，所以就带小朋友坐火车，然后搭捷运、搭轻轨，再一路坐公车来的。 佚佗嘛爱食好料，台南有名的牛肉汤嘛是拢无位。有人推荐，家人有人推荐，就跟别家不一样，这个比较好吃一点。不只是台南市区，郊区嘛出现佚佗的民众，包括水稻博物馆、左镇化石园区，嘛拢是热门的景点。台南市府估计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成长了将近有2成。记者李小安比较关陈宪坤南部报道。